在人手一机、资讯爆炸的时代里，假讯息层出不穷，所有收到的讯息都要先修淡几类。尤其是近日两岸关系紧张，假新闻资讯满天飞，难免会造成民众的恐慌。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前往台南市北区和顺里活动中心，教导民众如何辨别假资讯。最近也是有这个这也是最新的。他说，中国政府决定撤离在台湾的中国公民，而且计划于8月8日前撤离完毕。8月8号是今天。大家知道有没有这个消息？有吗？有看到新闻？我这个是假新闻。有看到这个假新闻是不是？但是会不会有人相信？会哦，因为刚好符合就是最近的政治情势，对不对？除了最近的时事议题，也因应父亲节，挑选特别的案例与民众分享，让民众了解网络上有哪些错误的医疗资讯，避免手滑太快而点赞分享出去。另外也透过有趣的例子，让民众在轻松的氛围下学习到讯息不能只看表面，必须先停、看、听，透过查证8步核实假讯息，同时搭配手机应用程式，避免落入假资讯的陷阱。今天是1年1度的父亲节，在此祝福全天下的父亲节快乐。今天非常感谢中嘉宽屏来这边和顺里活动中心举办媒体识读的一些防诈骗集团的宣导。今天参加这个假信息活动，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假讯息，我们都要经过很认真的查证，再来吸收，再来分享。阮会当了解厘清，迄个什么知识，我感觉真欢喜，我感觉本人我有受到真大的收获。谢谢你们。最后透过有奖征答，加深民众的印象，同时推广第3公用频道，让民众能了解并多加利用。希望在父亲节这天，让民众收获满满，不让假讯息出现在生活当中。而中嘉宽屏也会继续推广媒体识读课程，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